你说的那个人不会是你自己吧？青青，你说的那个男生该不会是顾南州吧？有一个女生，她单恋一个男生，不过出于职业道德，她是绝对不能喜欢那个男生的。那你这个朋友，跟我那个朋友也好像啊，爱上一个完全不可能的人，明明知道没结果，却还是忍不住去表白了。你说他到底该怎么办啊？怎么可能会有结果呢？如果谈恋爱像银行存钱一样就好了，我只要拼命赚钱，然后努力存钱，存够了，他就对我动心了。可是感情又不是你付出多少就会有多少回报。苏苏，你说的那个人不会是你自己吧？青青，你说的那个男生该不会是顾南州吧？你喜欢上那个冰山脸了？不会吧？你真的喜欢上他了？可是他不是你喜欢的类型啊。我也不知道那是不是喜欢，只是最近一见到他，就有种心跳加快的感觉。完了完了完了，青青，你沦陷了。那你说的那个人是谁啊？是不是你爸妈上周给你介绍的那个海归精英英伦风帅哥？不是啊。那是不是上上周那个阿里山暖男？怎么可能？那就是上周刚刚回国的那个高分子材料学的博士。青青，你别瞎猜了。那你身边还有谁啊？是我在摄影班上遇到的男生。那个小帅哥啊，你怎么会喜欢他呀？我们一起出去拍照，他特别温柔，后来我就喜欢上他了。可是他不喜欢我。你怎么会喜欢上一个文艺男啊？苏苏，你也别灰心，说不定他只是还没发现你的好。我们家苏苏可是全天下最好的女孩子了。你也是，我觉得顾南州根本配不上你。来了。谁啊？轩哥。哦，我让周子轩给你送一篮水果过去，你帮我消耗点，省得顾南州整天指使我切水果剥水果的。好了，先不说了，我先去工作了，回头再说。轩哥，那你进来吧。